是讲到反璞归正的圣会，咱遮庄牧师。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是你的囝儿，阮倒来到属灵的厝，伫你的圣殿内来敬拜你，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心中，也伫你的教会内，对你的正囝儿来讲话。愿你的教会因为你的充满，阮正兄弟姊妹，阮的心就得到欢喜，拆毁阮心中最受搅扰、世俗化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伫你的面前重新返璞归正，真侪合主你心意的囝儿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今仔日上帝你的话摆咧伫公会中，愿主你讲互阮听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3个月前，我做一个足奇怪的梦，迄是伫10月28下半暝。伫梦中，我梦见我家己出外，后来工作休困了后，就倒来到教会。我倒来到教会的时阵，我发现讲，哪会安尼？心中真惊吓，就醒起来，因为我忘记讲。咱的教会有一部分的建筑物，毋知啥物人甲伊租互人去一个坛，所以有礼拜堂嘛有一个坛。迄个时阵，我感觉哪会安尼？对心中有一个足奇怪的感觉。这3个月我拢无都袂记迄个梦。这个梦伫我的心内，我一直咧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要警告我什么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我要甲恁分享圣经内底咧讲起误用上帝的礼拜堂的人。圣经真正有一个故事，所以咱今仔所读的尼希米记就是安尼。耶稣看见耶路撒冷的礼拜堂。内外拢咧做生意，教会无亲像教会，就亲像伫迄个梦中看见，有人将上帝的礼拜堂，毋知是教育馆即个副堂我袂记啊，因就敢若有即种感觉。我回头要去看，要去想，已经拢袂赴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即个故事甲圣经赞，毋是敢若有关德堂教会发展。所听兄弟姊妹，甲咱在座每一个人拢有关系，因为有时基督徒伫这个世间的妥协，所以咱会将咱的灵魂一部分租互人去做生意，租互人去起这段。所以今仔日的启示文讲，用别个上帝替换摇坏的人。就是这种人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有清楚，咱抓着上帝，因为这个真爱的上帝袂辜负咱。尼希米记就是伫迄种的时代所发生的故事，大概是伫耶稣还未出世之前450年左右。有2个人，一个人叫以斯拉，一个人叫做尼希米。因2人看见以色列人世俗化，后来上帝不欢喜，所以以色列人就互外邦的巴比伦该统治，然后掠去巴比伦做奴隶。以斯拉甲尼希米就是伫迄个时阵，互人掠去巴比伦，后来因倒来到因的故乡，一个去礼拜堂。一个去耶路撒冷的城墙，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
咱拍开咱的心，静静来听。因为尼希米看到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城墙毁坏，所以尼希米就伫上帝面前流目屎哭，祈祷讲：主啊，哪会安尼？因为看见因的兄弟姊妹，军队错误的领导者，伊回想到因的祖先较早伫旷野的时，无相信摩西，宁可去拜因手所做的金牛。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，但是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今仔日更加严重的发生。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人，就是去美国的四股，有科学、有电脑、有发电。这个时代上要做生意的人，拢去纽约华尔街。纽约华尔街，因工人伫迄个纽约华尔街的大路中，做一只牛啊！而且这敢是一个讽刺，这是真的。因做一只金牛，伫迄个纽约、迄个华尔街的迄个股票，全世界的股票中心，因做一只金牛。尼希米甲以色列人悔改认罪了后，以色列人伫迄个所在讲：阮的祖先背逆、骄傲、固执，袂记得上帝。因竟然去选一个领导者、领袖，用手甲因做一个偶像，迄只金牛到今仔日，伫全世界逐个角落，见若被好嘢的人，都拜金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我咱伫上帝话中间咧提醒，毋通用别个上帝替我摇花。这个上帝无一定就是咱的朋友咧拜遐个神，这个上帝有可能就是咱心中的欲望，迄只金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主爱的声音叫醒咱。今仔圣经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尼希米、以斯拉，伊毋是责备伊的兄弟姊妹。因相信上帝的话，所以尼希米邀请以斯拉伫会众的中间拍开摩西五经，讲读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第8节讲，当以斯拉读圣经佮解说，互以色列人听的时，以色列人心中欢喜，因就甲上帝立约，对今仔日开始。我们要敬畏上帝的话，我们要尊叹上帝的教示，然后因就改变因的信仰甲生活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500年后、450年后，耶稣犹原阁一摆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礼拜堂的内底，遐祭司就亲像今仔日的教会牧师。无用真理教会友，反倒当唱咏，互迄个社会道理生活化、世俗化，来污染上帝耶路撒冷的圣殿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种的故事不但在发生，因为尼希米迄个时代，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祭司。嘛，偷偷将圣殿内底的房间的库房，圣经讲上帝的库房，这个大祭司就将这个库房偷偷互伊的亲人来使用，所以尼希米足受气艰苦，但是上帝并无马上就单雷降死迄个大祭司，无，互众人定心清气。迄个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所以后来尼希米伊所做的工作，就是将这个库房清气，亲入耶稣，然后将上帝
迄个敬拜上帝所有的迄个祭物，包括祭坛，包括灯台，包括所有遐物件，重新放得去，伊应该有会有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的心内嘛有一间礼拜堂，对不对？所听的姊妹，你要对这只金牛，还是你愿意互这个永远的上帝做你生命的大牧者？原来你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学习尼希米伊的特别伊的信仰的特质，因为今仔日台湾的教会真正需要尼希米这种的牧师甲基督徒。因为今仔日有真侪教会，因看经营企业，因看收入济，因看搁较济的利益，做一个成功的目标。我唔敢指名，因为有当时互人真痛心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敢有欠咱的钱，欠这的钱吗？愿天父上帝怜悯，愿咱正兄弟姊妹，咱专心一意，咱甲上帝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不要跟随偶像，我独独要军队，摇花我的上帝。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和咱的教会，唔是用圣殿来模拟。我的教会来租人，我用个租金来做教会事工。咁就需要安尼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伙同心，亲像尼希米恢复上帝的礼拜堂。尼希米其实唔是牧师，以斯拉较亲像牧师，但是以斯拉甲尼希米就亲像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啥物？一个就是会友的领导者，咱来讲个中级。所以中级看见教会的需要，就去找以斯拉，然后因两个就同心，一个整理教会的礼拜堂，一个安那去定心去修正礼拜堂已经倒去迄个围墙。耶路撒冷的围墙象征性就是咱这个信仰的团契，咱是不是互外面世俗的攻击？抵到咱这个信仰的团契有破空有摇动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更较大的警醒。敬听的中级，请用阮牧师甲恁拜托一项，邀请恁一项。今仔日礼拜了后，恁个人甲尼希米对第1章甲13章重新读一摆。敬听的中级，互牧师甲恁拜托。恁重新读尼希米1章第1节到第13节，互圣经亲自对恁讲话，毋是牧师对恁要求。恁看见以斯拉甲尼希米怎样咧重新起造一间要荣耀上帝、造就兄弟姊妹的教会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毋是干那中级，你若愿意甲上帝同工。为了上帝来起造这个信仰的团契，你嘛会通用基督的心来读尼希米这段故事，愿恁得到欢喜。因为圣经讲，以斯拉将上帝的话伫宽阔会场的中间宣读的时，因就亲像伫以马忤路上迄两个学生，当耶稣宣读上帝的话互因听。因的目睭就金，因的心就火热。因忽然发现讲，阮已经袂记得500年古早的故事。阮的祖先对以色列对埃及出来，上帝设立一个叫做祝棚节、大饼节，就是为了纪念上帝的旷野40年的养殖，因的鞋无破，衫无破。上帝怎样养殖？因伫旷野中间，伫沙漠中间有够多的水，甲一切通食的食食。所以祝棚节、大饼节，其实
就是每一年以色列人拢定睛的回顾，上帝如何照顾阮的祖先。但是到尼希米甲以斯拉这个时代，犹太人已经袂记哩啦，无咧讲这个故事。所以当以斯拉读到这个故事的时，因忽然心中有一个光，因讲阮谁哪较袂记得这个代志啊？所以伫迄日，因就定心开始搁再守这个住棚节。所以伊讲几百年来，因头一摆安尼做的时，因的心充满欢喜。这个意思就是，因失去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几啊百年，但是因为有一个牧师读圣经，因心内就感觉讲，我要定心甲上帝，常常有感恩的礼拜，有严肃的礼拜，分别最成的礼拜。当因安尼做的时，圣经记载讲，因充满欢喜。今仔这个题目叫做返璞归正的教会，返璞归正的欢喜，返璞归真的快乐。意思我伫这个世间走了一遭，对少年到今仔日，我回顾我的一生，劳苦忧愁，充满世俗化。我忽然听到我的老爸上帝的声，甲我讲：倒来，我追求我少年的时阵，原起初上帝所赏赐我迄个单纯、清气、无蹊跷、无世俗，迄种的心思意念。愿天父上帝互恁享受迄种足单纯、满足的喜乐。就亲像今仔日的启应文，伊讲：互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互我的肉体安然徛起。兄弟，你相信吗？你要对这只金牛，也是你要对主耶稣基督的脚步。完，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只会当心伫主的面前，顶头生。咱甲主讲，主我的过去我的灵魂，我有出卖一寡基督徒的原则，所以伫这个世间甲人相我的时，我有当时嘛尔虞我诈，有时我嘛会小看讲一寡白贼，有时我嘛会讲拍马屁，有时我嘛会甲人同流合污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帮助我，因为有一日我要去见你的面。我要伫你面前洗身躯，就亲像今仔日的礼拜下晡，咱的教会要大饼扫，准备要过新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教会独独是一个传道、养育、灵命更新、圣洁的所在，毋是出卖这个空间，一针一线，上帝靠帮，的确。爱敬虔谨慎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当心亲像尼希米，咱甲主讲，主阮的教会虽然小小，但是阮的教会要做清气的教会。阮的教会虽然真平凡，但是阮要伫单纯的中间，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尼希米是一个足特别的人。当我听到一个牧师伊安尼写讲，伊咧描写尼希米的时，我互一句话吸引。伊讲尼希米是一个忠直，伊不爱过迄种世俗化的生活，伊谴责教会兄弟姊妹伫迄个物质主义中间的腐败。我一直咧好奇讲，哦，敢有影圣经有讲安尼讲吗？这个人伫这个世间荣华富贵，追求这个世间的成就，物质主义这个时代，享乐主义的这个时代，敢有真正有一个人，伊主张袂使安尼嘛？有，恁去看第5章，以及
伫迄个中间，伊讲我原本是一个省长，就是巴比伦的国王差遣我倒来耶路撒冷来管这阵犹太人。省长，我减袂通用省长的这个俸禄钱，这薪水大大享受嘛。伊苦劝所有遐这些，咱唔通安尼，因为上帝所予咱的，是要帮助咱身边的遐丧乡的犹太人。因为看见当时耶路撒冷有一寡人大富大贵，但是嘛有一寡同胞散甲亲像流浪狗。所以后来因就重新读上帝话了后，因就讲一句话。伊讲对今仔日开始，阮要有一个安息年，第7年、第1年到第6年，大家做生意、趁钱、努力工作。到第7年，既若互相相欠的，拢夫妇咧，你也无欠我，我无欠你，顶头来，互丧乡人有翻身。这就是犹太人对上帝的价值内底学习到照顾弱势。彼此分享的精神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教会要有一条神圣、真远的一条路。咱彼此邀请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上帝，阮伫这间教会一天，我们就撞一天的钟。阮要伫这个所在甲主你同工，兄弟，今仔日这2个故事，包括耶稣伫耶路撒冷。赶出去遐换钱的做生意的人，伊甲迄群人大声甲伊讲，伊讲：我的老爸的圣殿减无应该诚侪，祈祷的圣殿嘛。这2个故事咧，甲咱讲什么种？2个故事一个主题。陈志宪，你要会记这句话吼？牧师真感动，你毋是听咧讲道尔，你互上帝的话对你讲话。所听的姊妹，你有听到上帝声吗？你甲这个世间做朋友，就是甲上帝对敌。你讲牧师敢有遮严重？有无你家己想啦？先讲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尼希米看到礼拜堂有人误用上帝的库房，占上帝库房的便宜，魔力，也这毋好安尼做。上帝若无甲咱谴责，是因为伊疼咱。但是你我咱爱知，既然归互上帝分别最圣的，就是上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相合伫地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上帝需要你做尼希米，你愿意吗？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上帝需要你我咱，伫这个追求荣华富贵的时代，亲像尼希米，对咱当时的兄弟姊妹。毋是对外面遐听不了解的世间人，毋是，是对己若愿意尊上帝做上帝的人。但彼此讲，独上帝是上帝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遵照上帝的话来过生活吗？你愿意用你的生活来讲话来见证？互人知，基督徒是一个不妥协，伫这个世间就是光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将伊的话写伫你的心内，咱定心起来去做上帝的礼拜堂，对历史的故事来做反省。其实人类最大的悲哀，就是伫过去所发生的悲剧。咱拢感觉讲迄有够可怜，但是却无想到，今仔日咱会失去幸福、甲圣洁的机会。
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搁再忽略上帝伊的权柄。所以当因希米甲以斯拉邀请兄弟姊妹过祝棚节、大饼节的时，因开始改变因的礼拜，因开始改变因的态度，不但是遵守一个规矩，因是欢喜享受敬拜上帝甲上帝立约迄种的开始。所以，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就是新的活命。愿天父上帝，互今仔日的教会是一个注重清气性、圣洁、严肃的生活。尼米看见伊的兄弟姊妹时，伊安尼写伫伊家己的回忆录，尼米这本册内底，伊讲：当我听到耶路撒冷所发生这些代志，我哭几啊天，我更加激动。上帝予伊成做犹太人这个社会改变的一个真要紧，教会的忠情，而且伊心中甲兄弟姊妹讲：起来，咱来改变上帝的圣城耶路撒冷，咱一定会成功。兄弟姊妹，愿你我咱互相宣告讲，咱一定会成功。咱一定会当做真实的基督徒，有这愿意吗？咱甲主讲，无论这个世间怎样车破冰，无论这个世间怎样车破冰，主啊帮助我，主啊怜悯我，互我无车破冰，互我做真实的基督徒。有这，咱只要跟对耶稣。的确会得胜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当时犹太人甲今仔日的时代真类似，哪来哪骄傲，哪来哪固执，无愿意听上帝的话。较有影上帝安尼讲，若介意听就听，无介意听，插伊去，就亲像将礼拜当一部分，嘛会使做礼拜堂，嘛会使做坛。嘛会使做礼拜堂，嘛当做菜市啊！伫咱的生命中间参插，主帮助咱，而且为家己佫选择另外一个偶像，亵渎上帝。所以尼希米看伊的兄弟姊妹听见上帝的话意思啦，宣读上帝的话时，因就回顾讲：啊，阮的祖先有罪，我嘛有罪，因为因存心背逆。因经一个会趁钱的人来做因的牧者，因雕刻一只金牛做因的象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今仔日的教会应该是心中的教会。当时以利亚瑟，就是我拄则甲恁分享讲，伊将上帝的库房偷偷予伊的亲戚朋友。来抗因的财产，占用上帝库房。尼米讲，上帝看这种的代志，可恶！愿天父上帝以圣心嘛摇动咱的心，咱的心，互咱警醒伫上帝的面前，管理你的库房。人的心怎样？人的灵魂就怎样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，当因听见讲道了后，圣经安尼记载讲，因做伙组织、禁食、反悔认罪，因承认因的世俗化，因嘛为着因的祖先无提醒因，互因几啊百年中间无去受大病节，所以因伫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。第10章29节伊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阮咒詛，阮立约，阮要听上帝的话，阮要用阮的生活，照安尼来行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做伙同心立志。我毋是干那要做一个听讲道的基督徒，
我要做一个生活伫上帝话顶悬的基督徒。那只有会听讲道的基督徒，伊会后有可能就批评讲，牧师今仔讲了有道理，牧师今仔日讲了足好笑。兄弟姊妹，道理是要带咱生活的上帝照盘顶悬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你我咱诚做今仔日这段教会年喜美，愿天父上帝怜悯台湾所有的教会，互咱毋是因为教会成长做骄傲，互咱毋是因为教会奉献济做骄傲，互咱毋是因为教会大做骄傲，互咱独独只有阳光。我是毋是有真正基督徒的本质？这间礼拜堂是毋是真正上帝所欢喜的礼拜堂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准备享受。咱的教会长期以来有3个祈祷，享受做礼拜，享受祈祷会，享受查经班，毋是参加聚会，享受甲上帝见面的礼拜，享受伫上帝的面前甲上帝讲话的祈祷，享受什么？享受读上帝的话。梁主啊，以前我是痴迷。但是你主你的话开我的目睭，愿天父上帝祝福恁，诚做一个享受甲上帝做伙成长、快乐的基督徒。咱做伙当心来学尼希米，亲像伊伫上帝的面前得到智慧。咱做伙来领受耶稣所教咱的责任，好好保护这间教会。绝对无用阮世俗化的观念来扭曲这间教会。牧师嘛爱安尼认真，所以牧师有一个真困难的责任，就是伫恁的面前不说讨好人的话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听今仔日这个故事。圣经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第8章第1节，伊讲尼希米邀请以斯拉组织伫耶路撒冷圣殿的内底，特别伫圣殿的一个门叫做水门。圣经中间有讲一个变水的，伫迄个所在得到新耶医治。伫迄个水门的外面，请经学士、祭司以斯拉读上帝摩西的律法。伫迄个中间有大人有囡仔，有查甫有查某。伊讲见若会了解，听了会当理解，迄个囡仔嘛爱入来。恁已经会当理解上帝话的重要性。牧师祝福恁，伫恁的一生中间，恁将生命交予上帝。愿上帝将伊的荣耀、权能、富贵，放伫恁的生命中间，互恁享受。你会感觉讲，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的一生实在是一个真有意思的生命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爱带你的囡仔同齐来听上帝的话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做伙敬拜上帝。就亲像以斯拉，伊讲：我的上帝是一个至权至尊、荣耀的上帝。所有兄弟姊妹讲阿们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做伙伫上帝面前唱哈利路亚，何山那，何山那，至权的所在，荣光归伫天父上帝。主的平安归伫伊所听每一个伊的囝儿甲查某囝。兄弟，这种的宣告是一个幸福的开始。咱做伙伫主的面前，教会最重要的责任
就是讲解圣经。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读圣经、查经、听讲道。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地，愿主感动恁。恁无一定爱伫今仔礼拜流目屎，但今仔圣经是一个确保，伊个心得到感动的人，伊会回应圣神。所以意思来讲，我兄弟姊妹因听到是，尼希米讲，我的兄弟姊妹听到意思啦，读圣经的时，因就感动流目屎。这是牧师为恁的祈祷，愿圣神感动恁。你毋是听牧师的讲道，听恁内心的声。上帝伫恁的内面甲你讲，我所听的经字，无搁再出卖我的礼拜堂，造福遐个无适当的世俗，遐个人。天父上帝听咱。耶稣嘛听咱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你无起头，你无结束，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。人类也未认捌你，你是创造的主。人类伫黑暗中求叫你的时，你来到人的中间。你讲你的名叫做以马内利，救主耶稣基督，至圣的上帝，求你的圣神即时进入每一个听见你的声，佮祈祷你的囝儿佮查某囝，恳求你永远无离开阮，恳求你将你活命的真道讲互阮听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